睇一間特色單位，呢一間呢係有天台嘅內置樓梯上天台嘅特色單位，天賦海灣二期盈悅一間天台特色戶，640尺係做一房嘅，咁係一房連工人房或者你叫做一房連儲物室都得。咁啊，先睇一睇呢一邊呢，就係佢間房啦，非常闊落，亦都有落地大玻璃，有露台。呢一度呢就係梗廚房，咁呢一度呢係同普通嗰啲屋苑唔同啦，通常係300尺啊先做一房，呢一度唔係，呢度啲一房都好闊落，咁啊640尺先係做一房嘅啫，同埋佢係一房都做內置樓梯上天台。嗱，呢度呢就可以直接上去睇到個天台，天台係入契嘅，係私家嘅。咁如果你就係想揾緊呢啲咁特色，一個人都住得非常舒服嘅大一房嘅話呢，呢一間你一定要過嚟睇下啦。